来继续正段消息，来到新北市议会，今仔日是市长侯友宜市政总质询的第2天。前一天侯友宜来讲伊的两番论述，杯水论。伊讲中华民国就是杯啊，台湾就是水，甲对方都爱平等、尊严、友善、务实的交流，才会当避免着杯破水覆。啊，无赞成的人批评伊的理论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缩小版。侯友宜阁来回讲，中华民国是我的国家，台湾是我的厝，致力来守护着国家，初心不变。中华民国那是咱的杯啊，台湾就咱的水，咱拢是共生体。用杯仔甲水比如中华民国和台湾，想要市长侯友宜提出杯水论，去林亚议员批评是退步版的韩国瑜，就亲像一趟含他来讲法。不过韩国瑜已经伫咧谈大海，侯友宜哪个伫咧讲落水杯仔？他的发言其实是韩国瑜0.5，也不是2.0，不是进阶版，其实是缩小版。即便是杯子，台湾也应该要成为一个钢杯哦。可是国民党永远都只能把台湾形容成玻璃杯跟瓷杯。对这件代志，侯友宜讲，这个讲法是为特别让国际社会注重中华民国，麦当优化国家共识。中华民国跟台湾的关系是密不可分，就像杯子跟水一样，覆巢之下无完卵。就像我前段时间常常咧讲的，中华民国是我的国家，台湾是我的厝。如果未来他有更重要的一个工作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也一定会再提出能够让所有民众都感同身受，并且取得最多人共识的一些论述。但现阶段来讲，我觉得他讲的部分就是一个很平铺直叙，并且也是让台湾多数人都可以理解认同的一个现况跟概念。两岸论述杯水论，这敢是新政九日共识。两岸人之间一定要在平等、尊严、友善底下，大家好好的务实交流。感谢真无公平，不过传出侯友宜若是带一选总统，连亚议员都有可能会该罢免。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我都努力的会让新北市有长足的进步。有愿景，有希望，侯友宜这摆提出的杯水论，敢会当真做这摆选总统拿赢两岸论述的主要观点，就看民众敢会当接受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